喺桃园出世嘅客家式建筑大师李崇耀，先前过世呢，享寿90岁。李崇耀係台灣傳統建築、模式、古蹟首長嘅國寶級建築師。對咱光復嘅下，總統府、立法院、行政院、台北賓館也都嘅重建。1963年嘅目測指南宮靈壽寶殿，1977年以主持嘅臨安太魯閣拆遷工程，還有1985年嘅桃園神沙首長工程。只得講台灣重要嘅歷史建築首長一路有介入噃。老身體建築超過60年，就算到嘅780歲，李崇耀還係馬街路嘅親身去做，一世已有嘅素材如果重視。而等上話後備建築師，個無論也安尼有一世，如果盡做係自家嘅路下來設計來起用。客家電視世紀嘅保庇節目2年前也係記錄嘅李崇耀建築師。來看那以強用係建築師嘅來嘅。韓國是提供下工作嘅後備，係用嚟來看一嘅國寶級別建築師。1998年，李崇耀嘅建築事務所設計嘅總統府安部石頭嘅照明。其實一下看到嘅總統府二戰炸地過後，咩係李崇耀主持來裝嘅。以那時候的氛圍，你說實在的，一個台灣人要去做到這種工程是不太可能的，因為絕對都是老總統的親信才能夠去碰到這種最高機密的這東西。當然，除了深交調查很清白之外，我想最重要就是說對於我父親在這個工作上面的一種肯定啦。我跟你講，我有修啊。真是，這同冇人像我這樣嘅。然後就接到按重要嘅案例，我哋嘅世界嘅時空環境，愛憎難有咁簡單。我俾你講，我這本冊嗬，我俾你講5塊，咁這算哪幾個啊？30塊啊，那30塊啦，起價啦。下晡5點啊，又起價啦，物價無安定，非常不安定。光復之後的物價整個這個飛漲，啊，所以你要去完成這樣子的一個整修的一個工作，你要把這個工作要發包出去，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發包不出去的，沒有人敢標，因為物價是1日3市的這樣的方式。後來他就想出用米價來折算，用物資來代替這個發包的這個工作，所以他建立了想起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，後來才能夠順利的把這個總統府能夠順利的把它修復完成。對這世界意思，李崇耀就緊接到各種無可能的任務。不過每一擺一路完成的，從喺1977年主持台灣頭一個傳統建築完美起過為例嘅，李崇耀從喺魔法師，跟臨安太魯閣從拼拼圖疊積木樣嘅成功起過嘅，就算10年來事業失敗，不過認真一個用時過堅持，每一塊磚呢，每一塊瓦，都愛調查做好，更一變好，我嘅按有嘅施工圖。張作的啲按老年的台北時期，更一處見證的台北風華的古蹟保留下來，也發揮8正業本身的心血，做得講係張古蹟嘅嘅聖經範本。特別是它裡面的這個材料、尺寸、規格的注記都非常精細，所以我覺得臨安太古宅今天呢，它的裡裡外外都做得很成熟，其實就是歸功於這一套詳細的施工圖。今天早上去測量完了之後，馬上把這些測量的手稿，當天晚上我父親就是要求，當天晚上一定要把它完稿，就是全部謄到真正的施工圖上面去，然後第二天再把畫好了這個圖，再到現場再去重新再去重複再 check 一次，到底對不對，尺寸對不對，構件對不對。是這樣子的嚴格的要求，所以這個8個月，因為那時候我是全程的參與，所以我非常清楚。那我相信為什麼這些員工會都離職呢？因為被抄得太厲害了。要求觀念，
哈哈一家落成组，也给国宝级的建筑大师，伫建筑界有过个为 TV， 是同意乡下做些小厂的卢汉国基地。的时候有鹰架的时候，沈生还是很坚持说他一定要上去。那事实上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嘛，所以大家都会担心说，哇，那他如果不小心或者怎么样那可是沈生还是很坚持。不过李崇耀不但抢走总统府、草山函馆，特别是孔庙也得太爷案内，是为拥有到也专业，一路归认真对待。叫我出门，坦白讲，这个案子应该是颇重要的。我心里面盘算是这样子了。然后赶来彰化，而且彰化都是一整天，然后在车上就跟他聊，现在这什么案件啊？无啊，这是一个真重要案件哦，真重要，可能是很大。然后就偌大吼，无一间家庙，人的宗祠啦，迄算古迹啊，一间宗祠哦，然后设计费偌济？设计费16万，我不小心我了一声好大，我说啊，10万，现在你答应要来做，用是啊，伊讲人有需要咱就爱嫁去，这家伙咱若无达斗3工，因遐人袂晓啊，迄是一个古迹，可能会收不得不起。对自家嘅专业颇有信心，不过李崇耀每次读到，强强爱表达的情绪。14年前921大地通过后，由150年研究，咩系台湾规模最大、清退做官人的大通墓，不逢林木强宝梯，那就是伏羲马家。事实上，我们来勘察的时候，就是一片废墟嘛，就好像战场上被轰炸过了，全部都倒了，然后就密密麻麻就全部就堆积如山。那看完了之后呢，我父亲就猛摇头啊，然后就坐在那个树下坐着，然后就坐在那边，这边发呆，这样看。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：“这哪有可能做啊？这是要他闯，不可能的代志。”不过过17年的李崇耀，敢唔样按多年的好在拜托，82世纪还係印象愛來做。用伊一路以來按認真的態度來做伊上無愛做前的最美的作品。在暗唔好的環境下，李崇耀還係彼此調擺多金對固執的堅持。我將現場本來就有嘅建築材料一粒一粒撿出來，本好勢，用得就用，用唔得咪愛想辦法來用，係伊堅持唄。最美總算完成的一項大任務。羅新北都完成掌握嘅工廠，李崇耀得到2012年國家作業建設獎。韓國伊用建築專業嘅技術，佢出色嘅第18項付出，未得到全球工業聯盟金質榮譽勳章。就算有按暫掉嘅成就，伊還係過強，因為伊知道一條本來就係伊最愛做嘅。他站在那個宮保地的那個門口那邊很久，我跟你說。哎，總算完成了，啊，然後呀，拍拍我的背，辛苦了，就這樣子。父親曾經在他工作了60年之後，80歲的時候寫下他的建築觀。他說，建築師對設計工作應有一定的執着及瘋狂。每當我坐上圖桌面前，我就忘記了時間。忘記了吃飯，完全陶醉在創作過程中的喜悅。60年來一直如此。建築藝術無言，無聲有言。建築值得傾注一生的熱情。我更以從事建築這一行為無比榮耀的事。